来继续来看高雄市长韩国瑜结束着7天访问中国的行程，伫中昼回到高雄的小港机场。这个机场的大厅是公馆，来一大阵的支持者要来接机。因为韩国瑜伫访问中国的期间，前后来拜会着迄边的高官，去向讲是卖台。韩国瑜回击讲，伊即阵是要帮基层来找通路。 到底甲卖台有啥物关系呢？有关中昼伫高雄机场的状况，要请记者潘杰莹讲互咱知。是的，主播各位观众，目前呢，高雄市长韩国瑜人士已经抵达了高雄国际机场。那么，针对这几天呢出访中国行程，连续拜会了中联办主任以及国台办主任，引发争议的情形呢，他也做出了回应。带您来看稍早的谈话。民进党一直在修理我。 批判我说我们去中联办就是要卖台，高雄市长能卖台吗？第二，高雄市长去跟中联办吃一顿饭，带着老婆，带着市府官员，还有10几个高雄市议员陪同，然后这种状态之下，吃完饭喝完酒准备卖台了吗？要如何卖？我们只知道卖菜、卖水果、卖鱼而已，我们怎么会卖台嘞？我们哪有权利去卖台？这个被无限放大。 这个非常无聊。民进党执政3年，你有办法就让人民过好日子，你帮农民渔民找通路，帮劳工解决低薪的问题，帮各行各业弄得兴旺。我韩国瑜投你民进党1票也可以啊。 韩国瑜对于出访中国行引发绿营的抨击感到相当的不满。由于这个前总统陈水扁呢是在他的脸书专页《新勇哥物语》当中呢有拍摄影片抨击韩国瑜因此呢韩市长也特别对此回应。那么其实，在机场呢也有不少的韩粉来串联接机带国旗到机场为韩国瑜加油打气。 此外，也有绿营的支持者是前来抗议，就怕蓝绿阵营支持者会引发冲突，所以市长受访呢是特别安排在机场的管制区内。面对蓝绿支持者的接机行动呢，航警局也是出动将近100名的维安警力防范与陈情抗议民众发生冲突。以上是高雄国际机场现场情形，把镜头交还给台北棚内。